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羅湖天地，有請到 KC 博士咧，同大家傾下偈喎。KC 你好，聽唔聽得清楚我講嘢？嚟啊！咁今日咧，我哋講下呢個機械人啦嚇。其嗯，實咧，好多香港人咧嚟到英國唔適應嘅地方咧，就係冇咗外傭啊，冇咗菲傭印傭咧嚇，屋企做家務咧用得好多時間。咁我都分享下個人經驗先嚇。其實嚟到英國之後咧，屋企嘅自動化咧係多咗嘅，因為咧屋企咧多咗個吸塵機械人啦，亦都多咗剪草機械人啦。咁同埋咧，亦都以前香港冇嘅呢個手碗碟機。咁同埋咧嚇乾衣機咧，其實我而家都成日用㗎啦。咁基本上咧，我都好少晾衫啊，屋企人都好少晾衫。我係洗完啲衫咧，掉落乾衣機就算啦嚇。唔知 KC 博士自己經驗點樣咧嚇？同埋而家開始有啲人話咧，有啲人形機械人可以幫手做家務咯喎嚇，點睇啊呢樣嘢？我就首先即係呢啲咁嘅濕碎嘢，我又唔介意做嘅，即係嗯遮到喐下個人啊，等自己唔好一個廢人坐喺度，個肚腩嗯越嚟越大。呢嗯個第一啦，我自己嘅做法。第二喺個人形機械人嗰個發展上咧，我相信唔會做得好 outstanding 好 bright 嘅，因為咧而家啲機器其實佢都仲係集中喺一個比較專門嘅項目上，或者某類型嘅項目上。你越係個類別係狹窄啊，個規矩性係越強嗰啲咧，咁你揾佢做咧，嗰個效益就越高，個效率亦都會越高。但係你夾硬要做到一樣嘢，佢係樣樣都識嘅話咧，咁呢個機械人嘅背後嗰個 AI，你需要好大量嘅資源同時間去訓練佢喺各個方面嘅行為。咁其實我認為就而家你去訓練一啲 AI，專門式咁去訓練咧，嗰個成本效益係 OK 嘅啊，即係譬如訓練佢捉棋咁樣。但係如果你訓練佢咁多嘢都要識做，要融會貫通咧，你需要嗰個資源實在太過龐大，數據可能要好多，耗電啊各樣都可能會好犀利，個效果唔會做得好好。你而家事實上睇到嗰啲機械人佢做到嘅嘢，其實都係比較單調嘅，唔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模式去呈現到俾你啊。咁所以越係跨領域嘅嘢咧，其實AI 係越難取代到人。如果 AI 佢越係向呢個方向跨領域去發展嘅話，其實佢可以 achieve 到好效果嘅機會，我相信係比較低。你反而收翻窄啲嘅某一啲嘢，譬如量子計算，你咪量子計算咯。嗰部機我擺明係純粹計數嘅，我就淨係計數。啊，你去到譬如洗衣，咁你洗衣都可以遲啲有一啲比較再智能化啲嘅洗衫方法啊。即係如果你話揸車咁講，你可以全自動駕駛去到一個好高嘅境界冇問題。咁但係我唔需要一架車又可以車陣間係船陣間係飛機，佢哋冚唪唥自動化，可以做到晒所有嘢。其實咁樣唔係一個最有效益嘅方法。即係翻去我哋最原始嗰個工具嘅發展模式，即係我哋都係一字批就扭一字螺絲，十字就扭十字啊。嗯揼嘢就用錘仔，就唔用螺絲批。即係其實你係用唔同嘅嘢做唔同嘅工具做唔同嘅嘢。等於我哋啲手指，每隻手指都有功能，咁我哋點解要幾隻手指有唔同長短、唔同款式？即係其實都係有咁嘅原因喺度。呢個先係符合成個即係我諗生物甚至成個宇宙嗰個演化嗰個過程。你硬是要求一樣嘢做晒所有嘢，呢種係一種勉強。呢個係做到出嚟嘅話，你可以攞彩，但係實際上嗰個效益個效率唔會好好，賺錢個能力我相信亦都未必會好高。但係咧，而家人形機械人咧都唔係話要做晒所有嘢嘅。我諗你話湊 BB 呢啲咧就難少少啦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去打掃咁樣嚇，相對於我屋企嗰個吸塵機械人咧，我又覺得人形機械人可能有啲好處喎，因為吸塵機械人我覺得啦，你可以做到抹台啊嘛。嗰啲嘢嘅，甚至你做得再精細啲。嗱，你而家你劏肚開刀做手術都揾機嗯械臂啦。咁嗯哼你要做到一啲好精準、好細緻嘅嘢係可以，問題個成本會好高咯。嗯哼即係喺醫院度劏肚嗰啲機械臂其實相當貴嘅。嗯咁當然，如果你話要做一啲嘢係真係需要咁高成本嘅冇問題。我第一樣諗到嘅就係上火星，上火星根本唔需要人去，係可以派機械人去。你來一回講緊以年計咁嘅時間，去到咁樣嘅環境，跟住去完翻嚟啲太空人問題多多。其實你揾個機械人去上月球、上火星呢個係最恰當。
咁你如果你揾佢哋做呢啲嘢嘅話，嗰個成本就冇問題啦，因為你唔會成日去噶嘛。咁你可以抌多啲錢落去做一啲相對即係全世界唔會太多人做嘅嘢。但係如果你話全世界都好多人都會做嘅嘢，洗下碗啊，跟住抹下碗啊，拖下地啊咁樣，呢啲咁濕碎嘅嘢，其實唔係話唔用機器，你 streamline 咗，咁你抹地咪抹地機咯，洗碗咪洗碗機咯，即係其實分開佢冇乜問題啫。我認為佢咧就其實講起成本咧，都係啱啱最近睇到啲新聞啊，話就嚟會出嘅人形機械人咧，講緊如果月租咧$499啊，講緊嚇，即係平過菲傭喎。但又係咁講喎，究竟你做到乜嘢咧？如果你揾個咁嘢翻嚟，即係佢係咪真係好多嘢都做得到？摺衫啊，清潔啊嗰啲咯嚇，即係佢就唔會做好多一啲你諗唔到嘅嘢嘅，但係佢做啲基本嘅套裝咧，佢都做到嘅。即係例如你有洗碗碟機啦，你有呢個洗衣機啦，但係你都要揾個人咧將啲碗碟擺落洗碗碟機。咁但係我係咪值得要俾幾百蚊美金去？不過佢幫我扭埋開個水喉，我洗完水佢幫我遞塊毛巾俾我抹咧。即係其實我又認為係咪好大市場對呢方面有咁嘅需求甚至苛求，我就覺得未必會咯。即係呢啲太瑣碎、太濕碎嘅嘢，其實即係自己做同俾人哋做冇乜分別嘅時候，咁你話你有嚿嘢俾我同我做 OK 嘅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如果萬一佢有啲嘢，即係久而久之你發現佢做錯咗啊，做得唔好啊，或者個效果不如我自己搞啊，咁你可能用得耐咗，你都會發現不如有同冇都可能冇分別。咁仲會唔會買咧？咁呢個你自己諗諗可以。其實我反而諗落咧，就唔係話屋企裏邊用喎嚇，嗰個可能遲啲喎嚇。但係你想象一下餐廳咧，佢可能有100張台咁樣嚇，你逐張抹你都要時間噶嘛。如果你人形機械人咧，你收咗檔之後打烊之後咧，等佢自己喺度抹咧，聽朝早翻嚟又抹好晒，咁係咪即係？但係我諗嘅問題就係我唔係話要人去抹喎。假使你如果有一個機器專係負責抹台嘅，100張同你抹晒佢。有一個專係負責執嘢嘅，冚唪唥執得好企理咁攞去廚房去同你清咗佢，倒咗佢。即係你都係將佢機械化，但係即係都係 division labor 分開唔同嘅工種 streamline 咗去唔同嘅機器去做，咁樣嘅效益會唔會更加高嘅？我就認為咁樣做會好過你一個人嚟搞唔晒。如果你揾到一個人形機械人，佢做唔做到一個人咁嘅速度同個效率咧？你一見嗰啲咁嘅機械人，其實都係笨笨拙拙咁噶嘛。即係佢係咪咁醒目咧？即係我哋譬如果去茶餐廳嘅話，一條友唔知抹台嘅，乜嘢都做埋嘅。我一隻手可以拿3-4隻碗碟，咁你人形機械人做唔做到呢樣嘢？但係人形機械人唔使食飯啊嘛，冇最低工資，同埋咧就可以夜晚唔使瞓覺都幫你做啊嘛，人就做唔到呢樣嘢啊嘛。有個問題啫，第時可能你會有啲風險因素你未見到，譬如個機械人壞咗，咁你就死火。一壞咗嘅時候，你成間嘢唔使開檔嘅，即係人就好少話壞到完全做唔到，揾第二個替代。咁你話如果一個機械人壞咗，你係咪揾第二個即真係可以即刻替代到佢咧？即係我都有啲懷疑咯，因為你一路其實訓練緊一個機械人做某一樣嘢，譬如佢喺你個餐廳做熟悉咗你個環境，你搬第二個機械人嚟到，係咪同時間可以即刻做到呢樣嘢咧？咁又係一個問題。喂，但係如果講呢樣嘢咧，亦都調翻轉講咧，喺英國好多時嘅，突然之間你去到個餐廳冇服務咧，就係因為個廚師病咗啊，或者咧啲唔夠人手，因為好多餐廳都係得個2-3個人做咧嚇。咁會唔會個機械人反而穩陣啲咧嚇？或者你一個唔夠，你到時個成本再低啲啊，穩定多個後備嘅，咁會唔會都係一個方法咧嚇？Maybe 啦，咁但係如果你去一間餐廳，佢都係小規模。即係小作形式嘅話，一個廚師慢慢撚定啲嘢俾你嘅，咁可能食嘅係食嗰個人情，食嗰個服務同食嗰種味道，嗰個廚師即係嗰種手藝。咁我如果係咁食法嘅話，我個心態就唔係去食嗰啲集團式嗰啲快餐店嘅咯。咁我唔係去食嗰種嘅時候，你到時話換個機械人俾我，咁我又冇嗰個服務，我又冇嗰個手藝，我仲去唔去食咧？係咁啊！呢啲你有要求嗰啲咧，就梗係會唔想咁樣嘅啦。咁但係咧，有好多人得過且過求其其啊，最緊要平，咁可能咧就去平都俾你啊嘛。咁呢個咧對於有啲人嚟講咧嚇，可能有一個機械人咧喺餐廳啊，喺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個零售開始咧，我覺得都有啲機會啊，即係人形機械咧都係可能未來會發展嘅方向都嚟緊嘅啦嚇。即係諗唔到咁科幻嘅嘢咧，咁快都會到嚇。不過咧，你話要代替菲傭印傭咧，可能就冇咁快嘅啫嚇。KC 仲有冇補充？我諗即係有一個局部嘅機器化，大家都會接受。但係你話如果去到間餐廳，完全係機械人啊，所有嘢機器冷冰冰咁去處理嘅話，甚至你知道佢裏邊可能後鑊炒嘢都係一個機器炒俾你嘅話，我相信呢間餐廳唔會好多客去。
咁啊，即係可能真係成阿 KC 所言啦。今日節目講到呢一度啊，麻煩大家臨走之前咧撳翻 like 先。如果仲未訂閱胡思頻道，撳翻個訂閱掣啦。拜拜。仲有筍嘢介紹，我識代理專做社會房屋，地點主要喺利物浦一帶，租金間接由政府俾，租約長達7年，租戶自行管理，唔使擔心空租，每年都有租加，回報大概有8-9厘。所有單位都經過全新裝修，配新廚房、廁所，包齊家電，能源效益有 C 級。有興趣可以上返ik.wc.pro 留低聯絡資料，了解詳情。